来乡亲啊，这位赖博士赖敏男经过抢救，暂时来脱离着险境，也毋过庆子穿过伊的头壳，卡伫个倒眼的目前，手术了后恐惊会半身瘫痪。那另外4位不幸的死者，一个是赖敏男的小弟，70外岁，退休了后回去厝，甲兄哥斗做生理；一个是赖敏男的查某囝，40外岁，甲爸爸做伙住；一个是姓刘的科长，60外岁。老员工啊，都亲像是公司的管家同款。还佫一个是40外岁女会计，这4个人拢是头壳着枪来死亡。赖敏男的这个亲属一透早赶到殡仪馆，讲这赖敏男做人真好，平常时啊热心公益，做好代，嘛毋捌听讲有甲人结冤仇，煞来拄着这个劫难，实在真唔甘。 哇！你看董事长80几岁了，帮做福利理事，80几岁啦。人生80做拍地更新，即马真正希望赖敏男渡过生死这关。伊伫南投草屯的生气公司行撞入去杀人做生4个人死亡，1个人重伤。正记命案第一现场是离办公室100公尺外的铁皮工寮，死亡的是赖敏男的小弟，退休了后回来替哥哥做生理。另外一位是姓刘的行业科长，是资深老员工，像公司的管家同款。亲手开枪的第2现场是伫公司的便所，创办人赖敏男重伤，含伊带做伙查某囝，阁有姓张的女会计主任嘛不幸死亡。赖敏男送病抢救了后，经过手术，虽然红向头壳近距离开枪，性命要是保掉啊。子弹其实他从耳后穿过他的头骨，有把他的头骨震碎，那也有一大片的脑出血，但是最后他子弹其实是没有完全进到脑部去，它卡在他的肌肉里面。 医生讲，枪支对赖敏男倒边耳后壁入去脑内底，多调伫倒边的目孔无射出来，无大量出血，正半身会当震动，意识清楚，命嘛保掉咧。枪支虽然射入去头壳，毋过无伤到性命中枢部位。开刀甲枪支提出来了后，虽然保住性命，毋过倒半身的类似中风。这边看了几个会这个哇，这骨精。 赖敏男以手打造的生气公司伫南投草屯市厂办合一。几啊年前，太太感情过往了后，伊含一个查某囝带做伙，阁有一个后生伫国外，一个查某囝敢若伫教养院，真正真意外，平常时真善良的赖敏男会拄到这个生死劫。你表哥平常他为人如何？非常好，他都是从事公益事业啊，像双东国小。 他们的校庆，他还捐了一些钱，做社会公益。他老婆过世的时候，还特地捐了消防队，几百万的买那个消防车，我知道他为人非常好，所以这次的事情，完全是我们所有家属非常震惊。真正嘛，怨叹讲是安怎这么好的人，煞无好报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YouTube频道。